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4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总统赖清德表示讲，台美针对对顶关系已经进行第一阶段的谈判，佫正顺利。未来以台湾甲美国进行新布局。美国总统川普讲，伊无宣布免除任何关税，批评媒体制作假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仔开始出访东南亚3个国家。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温度伫2天内向变寒，还是向变暖，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中风风险会增加2倍。来看针对美国对顶关系，总统赖清德今仔表示讲，台美双方已经进行第一阶段的谈判，过程是真顺利。嘛指出讲，台湾加1就是台湾加美国的新布局。行政院长邓英台嘛表示讲，望利用双边贸易协定 BTA 的精神来甲美国谈判。院长讲哦，短时间内关系无啥可能会当降到0，也毋过拍拼来争取国家利益，卖来协助农渔民。影响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的对顶关系新政，总统赖清德表示，台美双方已经进行谈判，过程顺利，也进一步指出，台湾加1就是台湾加美国的新布局，以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那台湾政府也已经跟美国政府展开谈判，第一阶段的谈判过程也顺利。那我们是希望，利用这一次的挑战，也能够再一次的化为台湾的机会了，所以我们要推动台湾加1，也就是台湾加美国的新布局。针对谈判策略，行政院长邓英台表示，希望用双边贸易协定 BTA 的精神来讲，也过无可能一暝之间，也是短时间内就将关系降到0，所以过程会真长。也指出，赖总统提出用零关系讲起，是双方谈判的一种态度提出来内容，才来讲。谈判的过程，除了争取国家利益之外，也会协助农渔民。用双边贸易协定 VTA 的方式来谈，但是大家都知道，不可能一夕之间或是短时间内已经把它关税降到0。对，所以这个过程会有相当漫长。邓英台表示，880亿支持方案，不是上限，也是上限。那损失无大，政府未全部用掉；那损失超过，而且阁有设想被告的部分，支持方案当然会扩大。正常的程序呢，它必须要有一个特别条例，来针对这个事情。我们会想最快的速度，在下个礼拜4，我们来出行政院院会通过一个特别的条例。立法院通过之后，再编特别的预算。另外，特别预算财源为倒位来的，邓英台表示，在即马政府税收市定数、关过预算数的情况之下，也阁有比较较济的税价存的钱。今年中央政府会当用的大约有3000亿，就会当有一部分用伫对产业的支持方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将对关系又有新的讲法，伊总是强调讲，伊无宣布讲免去任何的关税，批评媒体是制作假新闻，误导公众。川普佮点名各国拢闪袂过哦，尤其是中国。另外，为特别反制川普的关税政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日开始，嘛进行5天3个东南亚国家的访问行程哦，伊会去越南、马来西亚、加柬埔寨。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措施又有新的讲法，针对美国海关加边境保护局最近宣布下面对笔记型电脑、智慧型手机加晶片等电子产品的对顶关税。川普伫咧伊家己的社群平台发文补贴，伊讲并无任何所谓的关税下变，只是被归类到另外一个类别，也是被扣20%的芬太尼关税。川普批评讲，这寡拢是假新闻，点名世界各国拢莫想要闪过，尤其是中国。中国的民众对此大部分拢认为影响一定会有，不过美国最后也是牛波。特朗普就是一个商人的这种属于高压政策的这种一个谈判的措施。其实你说他手里面的这种所谓的他讲这个 card 还有多少，我们觉得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打了。川普也讲，美国政府将在一个要开始的国安关税调查内面，全面检视半导体加整体电子供应链，确保关键产业未过度依靠特定国家。就在中美贸易战愈来愈严重的时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布局东南亚，进行今年第一遍的国事访问，第一站要伫8月访问越南。Tôi hy vọng là những các cái kinh nghiệm của Trung Quốc sẽ là những bài học
bổ ích đối với Việt Nam và Việt Nam có thể học hỏi nhiều từ Trung Quốc, không những phát triển về kinh tế mà khoa học công nghệ, về giáo dục và các lĩnh vực khác nữa. 这是习近平伫咧年内第4遍访问越南，早期抑阁要去马来西亚甲柬埔寨进行5港3国的出访行程。习近平人也未到，13先伫咧越南的人民报发表署名文章讲，面对单边主义甲保护主义，中国依然是迎难而上，并且讲贸易战甲关税战无一人会赢，保护主义是行袂通。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 台南市关灯12暗时有3印尼工骑2台奥多拜去互一台轿车弄着，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1个弄着人的驾驶佮逃走。第7日2天了后，今仔早起，伫律师的陪同到案，这个驾驶是一个环保局的清洁队员，警方嘛在调查车祸的原因。 监视器有翕到白色轿车驶外境，弄个力头就偌大。这站车祸发生伫咧12暗时台南的关灯，造成骑2台奥多拜3名印尼籍移工1死2伤。发生事故迄当时，肇事驾驶并无落车落来看，而且是车偏的座位逃走。失踪2天了后，14早起才由律师陪同到案。无心犯嫌，自知难逃法网，于4月14日上午10时20分许，由律师陪同到案。 去轰弄的3名印尼籍移工，坐伫后壁小载查某乘客当场死亡，其他2个送病院了后无生命危险。警方调查调出多位驾驶，根据着车牌号码，还有路口监视器，发现车主的身份是台南市环保局的清洁队员，目前正在厘清原因。案发后，本分局积极侦办，并向检察官申请核发拘票，本分局将依法调查。 移送侦办。台南市环保局强调，详细调查责任也是要等司法机关厘清。若准是内部员工所做的，会依照规定该处罚，绝对袂含糊，也会加强法治也个交通安全教育。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彰中道台北捷运中校复兴站的外口，有一个骑奥多拜停伫路口，等要驶越的民众哦，莫名其妙，互一个查甫人拍着伤。这个受害者已经提出告诉，警方嘛抓到这个嫌犯哦，佮发现讲伊是一个通缉犯。 起诉停伫倒外丹台区，穿阿衫的查甫人就前突然一阵骂，后一秒佮出手直接摸落去攻击，起诉将人杀开，双方爆发激烈的纠缠。要毋过查甫人情绪愈激动，就算无佮动手，却一直叫60岁啊。他走过来的时候，想说他要打我，结果他是绕过去，然后打他，往他安全帽就是拍下去，还挑衅他说什么“帮你报警啊，你这是欠打啦”，他说打你还要挑时间之类的话。看到冲突的场面边啊，等台起诉也是心惊胆吓，加强影响。案发伫台北市大安区13中到12点外，起诉伫捷运中校复兴站外的路口大转，有警和查甫人伫街路随机攻击。警方协报到场，抓到45岁姓朱的查甫人，伊讲去互起诉纠调喙暗，所以就前理论。也毋过警员对这个讲法有疑问，有愿会继续厘清详细案发原因。 起诉的阿妈棍以下有伤，已经提告伤害罪嫌。45岁的朱姓男子为台北地院所发布的伤害通缉犯，另报案人亦针对该犯嫌徒手挥击致伤的部分提出伤害告诉。经过身份查证，警方佫发现涉案的查甫人早犯通缉在案，也是涉及伤害，即马佫犯向移送地检署侦办。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来看云林岛啦，一间鸡饲料的工厂外爆受伤的员工哦，一对兄弟仔因昨伫工厂在抽水，因为沼气外漏，兄弟仔弄中毒，泼落水池导致死亡。治安署针对报伤处罚，工厂嘛罚款30万哦，嘛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好，过了。 可以的话，就你在下面，小灯那个管子会影响到我讲这个。消防人员挂面大，装备穿甲正潮，沿着管线落去，因为内面有2个工人也未出来，要过甲2个人救出来时阵，拢是乌卡无性命现象，送病了也是救袂大。我唔知啊，无看到啊，我伫里面啊，不好意思，我们不接受采访。发生2个人死亡的意外，警方无做回应。这间专门伫咧生产鸡饲料的工厂伫咧云林岛内，因为这2天雨一直落，排水管未通。 警方曾请承包商来检查修理，40几岁姓的兄弟2个人入去管3公尺、水1公尺，这枚雨水回收池刷出意外。我们到达现场之后，我们人员立即着空气呼吸器前往查看，
那在它的雨水基池内，那发现2名员工在约3米的一个水池内，那边受困，那初步判断已经无生命真相。依照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第1项，去裁处的行政罚款30万，提供并移送地检署侦办。这案事确定2个人是雅士中毒，小弟吸到了无偌久人昏气，搬在池内面，做大兄要去救小弟，也吸到大量的气体人昏气落落去。因为这边工程无先测定危害物质，也无设适当的换气设备。伫咧2公尺以上人行外边作业，也无设适当的强度护栏，或者是护路工用安全带等防护设施。除了罚外包商，厂方也无现正承担管理的责任，也罚30万。2边拢爱提交改善计划，经过审核了才当复工。因为案件牵涉到刑法，也提供给训练地检署进行速度来侦办。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电的台中火力发电厂昨有一个员工互高压电电到，加载是无性命的危险哦，人已经出院。这案事实表示讲，中火要检电进前哦，应该得爱先断电，作业无开始，会依照这案法来处罚。救护车驶入去台中火力发电厂，这位地无爱员工家己行上车，虽然看起来意识清楚，也毋过其实头拄只那抢去互电电到，救护人员赶紧甲伊送病院检查。我们港务消防队接获到民众报案，台电公司有员工触电，然后我们到达现场，有一位许姓60岁的员工，他自行步行走上救护车。加在这位员工经过检查，并无虾米大问题，暂时顺利出院。意外就发生伫咧13暗时啊，这位员工当来对外套团的机器监测电流，雄雄传出电击的声音，中火赶紧去了解状况，判断应该是监测的过程当中产生电荷造成的。因为他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用验电笔，去验一下那个机器的那个电，送电有没有正常啊？它小可产生类似有点电弧的。惊到啊！中火表示，这件事件对供电甲设备无影响，会搁再要求内部作业，就爱确实遵守工作的流程，甲加强相关的训练。因为这案数10时嘛派人到场，初步了解到是咧进行检电进程，无落实断电相关的作业流程。检电它量的时候要确定是不是断电嘛它检电没有确实啦它造成它在量那个绝缘。他量绝缘嘛，量马达的绝缘，他用绝缘高阻距去量的时候，发生高阻距的爆裂。中火伫咧顶个月初7才发生包商咧拆塑胶模板时阵无设置引起火烧，即马又搁传出公安意外。中区职安中心表示，这件事件初步判断是因为无完整断电所造成的，依照违反职安法，相当会当甲因罚30万，而且要求限期改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的桃湾区昨暝落大雨，这间温泉附近的停车场崩山，迄当时是有15个人伫温泉哦，因为路灯去游客嘛掉伫山区。今仔早起，六股区公所就派机械去处理，伫中道就已经抢通了。石头土沙将路挡掉的，无法度通行。高雄桃湾区七溪野溪温泉附近，13暗时落大雨，造成下骹停车场另外道路山壁崩落。迄时阵有15个人伫温泉区，其中11个人本来就准备露营，但有2台车4个人想要离开，煞因为安尼受困。晚上比较大，所以它会有暴涨一下，然后现在都又好了，来得快，走得快。2台车要出来，4个人要出来而已啦，其他的人都在那边扎营。他就说人都很好，都没事啦。透早同行机具来到现场，根据了解，七溪温泉伫桃园甲六股交界，地点真远，风挡掉的道路平常时主要是六股农民伫行，则是由六股区公所调机具来协助抢通。其实它瘫痪的量不是很大，所以在中午前应该就是可以抢通。山上的道路状况本来就是不比平路啦，遇到有台风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瘫痪的情形。怪手无用清理路面，经过大约2点钟抢通，石头清了差不多。区公所赶伫中道已经抢通道路，互受困民众会使离开。公司新闻陈环武、面交管高雄报道。来看极端气候嘛，增加中风的风险哦。国家卫生研究院分析台湾过去20天的天气记录，比对超过110万的中风的资料，发现讲气温伫2天内向变寒，还是讲向变热，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尤其是中风的风险可能会增加2倍。
8日是出日好天，日时上高温有可能来到30度。不过前一天一寡所在落雨担啉，尤其是这阵早暗温差真大，这款连绵寒、连绵热的天气形态，若爱细腻，唔通感到也预防中风。气候变迁如果把这所有疾病加起来，绝对远大于对癌症的影响。这个影响性绝对是远大于癌症啊！所以别忘了，就是一般的这个在气候变迁下。这个三高的疾病的预防。根据国卫院上新的调查显示，若在热浪前后2天温差达到6度，造成欠血性中风的风险会提升2倍；热浪前后2天温差有14度，是会提升2倍出血性中风风险。研究也显示，若是热浪温度超过35度，热浪温度降低到16度以下，拢会增加中风的风险。从2日的一个骤升的指标，其实可以发现说，它跟我们的一个缺血性的中风有一个很显著的相关性吼。然后2日如果是骤降的指标，它其实跟我们的一个出血性的一个中风吼，其实有很显著的一个相关的吼。那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借由这个新的一个指标吼，可以了解我们在做气温的一个剧烈的一个变化的时候吼，对我们的一个中风的一个影响。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湾每天拢有超过1万人因为中风过身，尤其是台湾面对着高龄化议题。国卫院表示，2039年老人人口会超过3成，2079年可能会提悬到4成6。这款老化社会对极端气候会更加敏感。国卫院希望未来会当甲天气预防系统和健康风险通报，加入公共卫生政策，减少气温向变化对民众生活更的影响。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内政部国家公园署表示讲，已经提报行政院，未来召开跨部会协商，将对山内事故的事务诉求，佮有直升机出勤的费用拍算要来要求使用者付费。顶个月月底，玉山也有即事，有2个山友咧爬主峰甲北峰的时阵，无细里落山谷死亡。台湾3月份天气还阁真寒，有5个山友伫冷气团落雪期间去爬山，不幸过往。山内的消息不是拢需要出动直升机来抢救。内政部国家公园署表示，为着强化山友有自我负责安全的观念，决定未来会和各部会协调，针对诉求直升机出勤费用，按算制定使用者付钱的制度。因为每一次的救援状况，其实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什么样的情形它是要付费，什么样的情形它是要怎么样的一个收费方式？我想接下来我们相关部会的研商里面应该也会有包含这一些。民间所救队教练表示，爬山进前一定要评估家己的身体状况，完整掌握家己爬山的路线，安尼才是珍惜生命、尊重大自然的正确态度。伊将支持未来所救直升机以使用者付钱的制度来规范，希望透过规范，让全民珍惜国家的救灾资源。是毋是我的能力，我就去克服的？莫讲我就想要爬山，我就去爬山，甲这个危险交予国家去负担。交这救人的人来承担，这是唔对的。上水也呼吁民众通使用第3方留守平台系统，每2分钟会及时回报山友的定位，上好配合卫星定位设备同齐使用，确保定位会当无受限制传出去。他在山上每2分钟就会回传一次，那就是留守平台的人员或者是家属就可以知道他行经的路线，还有预计出山的时间。国家公园署也表示，目前雪白国家公园有任何 App 通定时回传定位至守护平台，若是发生事故，通提升救援效率。未来也愿意开发其他国家公园的 App 来确保山友的安全，降低山难风险。记者张家琪、谢桂玲台北报道。最近大北边连署传出讲有一寡造假，也是讲已经过往的人的连署书。今仔早起嘛，佮传出讲国民党发起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甲5派役的调一人李浩亮甲刘淑银，徛假防超吹。这2个人拢伫面册发文讲，因可能会防收押，也毋过因未屈服。调查局的台北市调处嘛，证实讲有约谈这2个人，也毋过详细内容无方便说明。中选会嘛回应表示讲，调查发现造假，也是往生者连署的案件，计共是有41件，其中有39件已经互告发了。
台北市调处头前的车辆来来去去，有人亲像风带入去约谈，大坝边弄掉传出有假造还是死亡人数，调查交处处调查，其中国民党青年发起罢免历任立委高书瑶、高派玉。调集人之一的李浩良，就是早起7点多，到伫面册发文，讲调查交来啊。另外一个调集人刘书银也破文，讲可能会封收押，不过未屈服，也强调今仔日的联署活动暂停。一方面，我们当然一定尊重司法吧，但是我们希望勿枉勿纵的，也不要有政治目的的。躲在背后的国民党的大人们，黄吕锦如，不要藏起来。朱立伦不要躲在年轻人的身后。高书瑶呼吁国民党唔当互少年人伫头前当枪子，除了李浩良、刘书银传出罢免高书瑶调集人罗喜仁也防搜索，不过也未证实。罢免联署状况那是这一件，花莲罢免南亚立委卜君奇联署书有4000份有各样，而且联署过的民众赶紧中签。正告中选会，到时候审查的时候，不要所有罢免立委的、罢免蓝委的提案都当作的那个这个版本的这个联署书都当作他的这个违规行为都当作没看到。罢团慎重起见，找联署人要重签，的确是谨慎且负责任的行为，而国民党罢团的死亡联署，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另外，国民党立委罗志强早起去北检提告总统府秘书长张敦涵，造谣南北三党有选，鼓吹罢免。随后也了家己办公室的姓陈主任也互搜索带走。即期执政党启动暂别在野党的计划，也互罢免大战继续发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大专校医学生我们发起大罢免，伫学校设联署的单位，外界是积极讲政治进入校园。教育部长陈英也是表示讲，学校应该爱遵守校园中立，禁止甲学校的场地借予政党，也毋过嘛应该尊重学生的言论自由，佮有校园的民主。大罢免正立校园，各地大学生也拢发动校园倡议行动。伫最近包括政大、清大等几6间学校，拢出现罢免书的联署站，互外界质疑政治的手伸入去学校内面。对此，教育部长陈英也讲，学校应该守调校园中立的态度，禁止甲学校的场地借予政党从事相关活动。学生的言论、校园民主化、校园的一个自由民主，这是台湾高等教育最珍贵的一个资产。公民活动上，我们应该可以尊重。林同学生摆打，因过联署行动加减，也能看到因的政治倾向，并问到学生是毋是让在学校内面讨论政党的问题。陈英也讲，伫咧无影响别人、涉及到言论批评或者是影响公共安全的情形下，言论自由是公民意识的表现，拢应该给予尊重。因为来自学校的政党活动是禁止的。大学校园里边，它事实上也没有特别只为特定的政党，它在表达许多的公民的一些态度的时候我看每一个政党都有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尊重，因为它并不是任何政党的一些活动。另外，针对私校退场基金，有委员质疑，114年已经支付13亿外，目前只敢回收2000多万，差真多，要安怎处理？对此，教育部记者司长回应讲，会一年一年给补起来。县市政府要承接这些退场学校的教材，那他会针对这一些学校跟基金申请垫付的这个额度，他会用购置校产的方式，回到各部会使用之后，他就会逐年编预算给基金的。司长讲，目前停办校产拢伫咧处理进行中，承诺基金会一年一年回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移民署通知大约12000个中国配偶，甲因的囡仔，得爱伫3个月内来提出丧失原籍证明。有移民青年团体今仔得开记者会因是呼吁陆委会甲移民署得爱延长补检的时间嘛当放任伊其他类似的文件来做证明。陆委会是表示讲，若状况特殊需要延期，陆委会会来检讨改进。这个是在昨天凌晨的时候，那份表单已经收到至少60份的填答数。小人刷收到60个中国配偶，或者是因的囡仔的心声。
因为最近移民署发出通知，要求差不多12000个伫台湾定居的中国配偶或者是因的第二代，都要补交失去中国户口的证明。移民青联民团指出，移民署甲陆委会强调依法行政。不过，敢若透过一张公文，叫当事者3个月内爱补件，若无就会注销户口。历史真侪人感觉真惊吓，嘛唔知要安怎才好。这一封公文让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妈妈掉下眼泪。这样的程序其实往往影响的不会只有收到公文的当事人，而是一整个家庭。目前设定的3个月，对这些当事人来讲，其实感到十分不合理，因为这个时间忽略了两岸的行政差异，还有两岸的制度所带来的落差，其实都会看到非常非常大的焦虑。因为相关的措施引起各方的怨叹甲反应，陆委会顶一日公布4大情形，会当透过法律上有效的方式代替。不过，移民青联民团指出讲，这个方案敢真正有法度来解决大部分的人因拄到的困难？是否有效的为行政疏失止血？那行政单位应该要限期内公告，就是申请这些补件困难者的类型，又真正的解决了这些表达困难者的几趴。我自己是打不进去的那一位，所以我觉得这个电话超级难打，因为我们60个表单看下来，一排全部都是他打不进去，或是他知道打不进去，所以他就直接不打。民团提出5大诉求，希望政府随公布申诉的管道，接受同款效力的证明文件，调整补件的期限，同时基层行政的负担，甲当事者面临情感的创伤。同时嘛，呼吁监察委员调查这届政策执行的方式，敢是涉及听诉不当，或者是行政疏失。针对这点，陆委会副主委杨文杰回应讲，目前已经有真侪人登去中国来申请，若情形较特殊，需要延期的，陆委会会收集各种的案例，会随时检讨甲调整。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来看日本的电车业者为着要减少性骚扰，推出女性专用的车厢哦。另外，日本的警察厅今年嘛编3000个警力，要来保护女性坐车的安全。搁有日本的网络创作者的自发性要来掠地稿哦，用手机要来记录证据。在电车内底就真客人做掩护，对妇女做出性骚扰或者是不雅的行为。在日本有一个专有名词“电车痴汉”。日本政府将对18到29女性所做的一份调查显示，每10人当中都有1人捌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被性骚扰，不过实际数字可能更较悬。因为真侪妇女烦恼报案了后带来影响，咱就点无讲。法国的法兰西斯24新闻台记者，这一日对专门压出痴汉的 YouTuber， 在东京性骚扰发生了相关地铁车站，果然在车库站，车门一开，就地歌手出现了。Police officers are really busy, and I understand that it's difficult for them to intervene every time, especially due to staff shortages. So I give them my videos to use as evidence and raise awareness in society. 加拿大首都东京一年掠到的痴汉人数达800人，警方甚至针对这社会问题推出协助色狼的手机保险应用程式。君を守るよ。守る？警視庁の防犯アプリデジポリスよりも。这住在东京15年，化名叫做美子的女性，多捌2摆被攻击，第一摆以为修正来符合保安的条件，整整忍受15分钟才动手掠人。The first time, an old man was standing next to me, started saying obscene things to me. He also touched my buttocks. The second time, someone touched my breasts for about 15 minutes. I waited before reacting because, in Japan, women are often accused of making false allegations, and I didn't want to be accused of that. 为这问题，日本铁路电车业者推出女性专用车厢。警察厅今年另外编列3000个警力，保护妇女坐车时阵人身安全。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泰国重要的佛教节日送干节嘛叫做半水节咯，这几天是真热闹。泰国嘛望讲会当透过这节日来省国际的观光客。也毋过今年1月，中国艺人被骗到泰国去拍戏哦，人佫互载到缅甸的诈骗园区，所以即马中国游客是减少真侪。今年3月又佫因为缅甸的大地震，所以今年国际观光客是比过去哦少真侪。伫泰国曼谷街仔路看到真侪人举着水晶互相射，互人射到的佫真欢喜。
วันนี้เตรียมพร้อมมากนะครับมีอาวุธประจำกายนะครับปืนเนี่ยเรามีปืน4 กระบอกมีแว่นนะครับมีแว่นแล้วก็มีหมวกมีเรียบร้อยนะครับกันมาพร้อมครับโทรศัพท์ที่ซีนมือถือนะครับเรียบร้อยครับ破水节代表甲不幸水调为新的一年祈福，上重要的是规家伙仔做伙。这个节庆是泰国重要的观光收入来源。因过今年初发生中国艺人王青和结局做骗去泰国拍片，和骗去缅甸做诈骗的新闻，或者在中国人唔敢来。来过的就知道没有了，没来过的可能会怕一些。1月到2月去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差不多100万人次，甲去年同期的118万减15%。2月旧历过年，中国游客比往年同期减45%。本来是期待所落来破水节，无想到讲3月2月缅甸强烈地震，万国也受影响，观光人数也是下降。破水节连续5天有各种活动，国内旅游的人数其实袂少，真侪店面甲摊拢感觉生意也算袂歹。当局有讲破水节让互泰国带来260亿泰铢，差不多代表252亿的观光收入。但是甲去年比是成长8%。因为缅甸第13也同款庆祝破水节，因过因为强烈地震死伤惨重，真侪人无心情过节。表弟冇，表女入，表弟咧下個。你咪咁，係啦，搞到人咧真係這個嘢沒嘢表外邊。13曼德勒又个发生规模5.5的地震波，真侪百姓拢真惊吓。缅甸强烈地震2礼拜外以来，已经超过3600人死亡，几落百人住伫咧临时搭建的布棚。官方统计有超过5200栋厝被损害。联合国表示，有200多万人需要倒3工，真侪受灾户无清气的便所、啉水也爱排队。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北港妈祖世界特等的农历3月19、22天举行哦。今年嘛申请21个放炮的地点，为着要维护空气的品质，环保局会来出动5台的移动式的监测器哦，要来监测空气。当年旧历3月19、20，北港妈祖绕境起过，其中北港礼炮也是国内3大炮之一，也是绕境活动的重头戏。不过，为着维持空气品质甲绕境的特殊，今年申请设战炮场有21搭，会伫咧新桥经过的时阵，才大量放炮啊！依照炮点的申请路线，然后做安排、环境整理，还会安排在3月20农历的3月20及21下进环境整理。假日会比较多去年假日有150几吨的炮屑重量，往年如果遇到非假日，大约会落在130几吨。鞭炮有集中管理，没有那么多私人公坛在放鞭炮所以比较绕境队伍不会互相被牵制到。北港镇公所清洁队表示，北港妈祖绕境是北港的重要活动，真侪信众拢会传真侪炮仔来迎神。清洁队嘛会调整人力，全力配合清炮仔夫。云林县环保局今年嘛出动5台车载式移动空气监测器，随时监控空气的品质。示警的那个仪器本身会变成一个颜色的变化，它会变成红色、红色、紫色最严重到紫色紫爆嘛，然后会这样释放出来，然后这时候比如说开始在那个脸书就会提醒巷弄住居民，就要注意一下空气品质。现在有绕境队伍通过。环保局表示，随时监控空气品质，若是 PM2.5超过标准，就会随甲庙方沟通减放炮仔。不过，嘛要呼吁民众，若无照规定申请战炮场，所违反规定大量放炮仔，造成空气污染也是噪音，会去防以控污法裁罚上当罚10万。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昨下晡，高雄的爱河出现真侪死鱼仔，味阁真歹。环保局昨嘛已经获大约600公斤的鱼仔尸体咯，早起阁继续在处理哦。目前水质检测阁算正常，有可能是因为天气向反寒，才造成这鱼仔大量死亡。环保局人员洗牌手举河沿爱河两边巡视，若看到死鱼就随河起来。13下晡，就有民众通报爱河鱼死一堆，几600公尺长的高面，规个拢是一款俗称土黄仔鱼的尸体。因为数量伤济，嘛已经豆有臭味传出来。死这么侪鱼到底什么原因？民众讲，饲户应该爱查户详细。比较多就鱼死掉了，那昨天就有了。检测看水质有什么问题，这不能用想要推测的，要实际拿数字来看。之前有几次我们也有看过类似这个情形，但我们都以为是可能有
某一部分被水或环境的影响。爱河是高雄的代表景点之一，即阵所出现一堆死鱼仔，难免会互人歹印象。环保局讲，因13拢总好起来600公斤的死鱼仔，不过包括温度、酸碱度、水色等等的检测结果拢是正常的。因为这款土黄仔鱼对温度变化较敏感，研判可能是天气向变化所引起的。未发现异常排放，研判气温骤降导致鱼体死亡，死鱼以环球海鲫居多，该鱼对温度、盐度变化较为敏感。统计昨日动员2船5人次，达到600公斤，已经好600公斤起来。10时早起来到爱河边，也是会当看到真侪死鱼仔浮伫水面。环保局强调，会继续监测水质，清除河边的死鱼仔，维护市容景观。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有民众检举苗栗西潭有草唔残哦，说鸟仔网相关的单位去勘查，嘛发现讲网仔是害死13只的鸟仔，其中阁有1只是保育类的台湾的长尾山牛。县政府是表示讲，这是因为要保护农作物，所以是无处罚。也毋过动保团体认为，有的地方政府会来处罚，因认为讲这应该爱通盘来做检讨。保育类动物长尾山羊挂伫咧鸟仔网已经明显死亡。另外一边是非保育类的花仔花箱，苗栗西潭乡一搭草唔田，有农民私底下设鸟仔网，向民众举报，有13只鸟仔掉伫咧鸟仔网死去。农业署会同警方到现场了解，要求农民限期拆除。本大队会同苗栗县政府农业处人员于苗栗县狮潭乡某处草莓园现场会勘发现该处架设鸟网，且挂有保育类及一般类鸟类尸体。因本案鸟网未申请设置，主管机关当场限期裁处。目前如果保护作物它是没有法规可以去罚它啦，因为它因为它的农作物受到损坏嘛，如果它可以举证的话，是没有法规可以罚的。农业署表示，农民起鸟仔网并无事先申请，也毋过考虑到是要保护农作物，目前未对伊开发。不过，花莲县寿丰乡去年11月有养成业者伫咧渔运设置鸟仔网，二级保育类螺池掉伫咧网仔死去，互警方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移送法办。另外，包括宜兰、台东拢有类似的事件，互开发地方政府裁罚出现落差。农业部去年函文北解说，强调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应该以行为人故意做构成的条件，过失者无处罚的规定，应该以无罪推定原则办理。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难道做一个最少你一定要有这些的记录嘛？没有那么简单就全部就放松了，不是这样。包括那边还有很多鸟类是保育类的，应该要有所准备，不然的话没有这样的防备，可能未来还会发生更多的问题。动保团体认为，中央甲地方政府要了解农民敢是挑故意，也毋过农政单位也应该调查附近的鸟类生态，做出应变。若无相关的配套措施，可能造成更较侪鸟仔死去，造成生态冲击。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健保署4月开始实施个别病院总额管制，台大病院的院长是强调讲，这总额管制的新制度是今年上大的挑战哦，嘛会针对门诊甲大医来进行监控的机制。卫生福利部嘛强调讲，会重新来修订医师检测费等相关的配套。为了落实分级医疗，健保署实施病院总额新制度。近日来传出有台大病院的医师伫社群平台铺文怨叹讲，因为病院烦恼会了钱，规定每一天敢来当看50个病人，若超过就要扣钱。针对这点，台大病院院长吴明贤嘛发布院内批，伊讲病院的总额就亲像普设筛具的效应，是发生率真大，毋过煞袂去注意到的威胁。这更加是台大病院今年上大的挑战，而且强调讲，台大病院袂拒绝收病人，会坚持做因认为正确的代志，做门诊甲大医制度骹手的调整。有些医师本来病人就多的，他有时候病人如果超过80个，可能后面就绩效就变很少，几乎变成是义诊的状态。健保署实施个别病院精针式预算分区强管试办计划，台北区今年第2季实施，各间病院拢有因个别的总额，亲像医学中心门诊占的比例爱伫咧55%以下，门诊成长率若是超标，给付就会去互拍折，甚至是袂给付。伊甲团体烦恼讲，民众就医的过程有资讯的落差，新制实施了后，中重症的病人可能会去互杀来杀去，影响民众就医的权益。大型医院，特别是医学中心，应该要保留这个量能给真正的急重难罕症，
那么稳定的病人、轻症的病人，应该要落实这个分级医疗。健保署强调讲，因应新制度实施，会有相关配套的措施。包括下半年开始，重新修订医师的诊疗费，患者病情若较复杂的，诊查费会为200多块调整做600多块，来鼓励医学中心收治病情较严重的患者。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代替产业工会早起伫台北火车头抗议，因不办公春节1500块的所运奖金，所有一寡员工互认定讲无符合资格，无法度领这笔钱。代替是指出讲一切拢是遵照法令卖甲员工来加强沟通。本来到新正或者是年假的期间，拢是代替员工退爱赔真案的时阵。不过今年春节员工出勤的奖金，算是事后互通知会缩减。这互工会是感觉真不满，早起伫台北火车头前举票记抗议。台铁施明星1月24号晚上上班的同仁，他上到隔天，也就是正式开始疏运的1月25号的早上下班之后，台铁会认定其实是从1月24号来上班的，所以你并不符合我们在春节疏运的这个日期里面。英国工务段的人员会当使用的微波炉等等的电器，即马防以省电为理由，大禁止使用。加上即届事后才通知员工，春节所运的奖金一工1500块，明明有做工课的事实，煞无法度来领。互工会批评代替是打击员工的士气甲信任。我们也会担心说，是不是之后包括民俗奖金也有可能会有这种限缩的状况。代替百年老店公司化，员工的福利煞互质疑讲是愈来愈少。针对这点，代替回应讲，有以行政院设定的标准来分春节所运的奖金，照劳动基准法的规范，保障员工合法的权益。同仁有什么疑义，我们会持续按照团体协约的相关的办法嘛，来持续来跟我们的同仁来做沟通。针对工会诉求，包括新正、清明、5日节、甲中秋等等民俗的节日，代替应该答应迄一天有出勤的员工，都有符合分奖金的资格。而且恢复春节奖金发放的范围，针对这点，代替表示会甲员工加强沟通，找出上好的方式。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宜兰市文化局伫市区有设3个装置艺术咯，也毋过民众反映讲，拢无维护，解说牌仔拢看袂清楚，暗时个乌麻麻，啥物拢看无。县文化局表示讲会来改善。伫咧宜兰市义兴路甲中山路口的这个装置艺术品叫做戏剧面谱，表达宜兰市是戏剧之乡，象征文化兴盛。不过解说牌啊，几多年无维护，拢看袂清楚。部分的民众也无清楚这个装置艺术品的意义。我们知道说它是代表什么意思？看不清，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意义，所以可是我觉得，既然它原本存在，应该还是需要维护它。因为宜兰桥边这座装置艺术是舞蹈家的形象，地方认为是要纪念宜兰已经过身的著名的舞蹈家罗曼菲。不过暗时无电火，草啊发甲正悬，个大型的广告牌啊挡掉火。现在车速过快，大家看到这雕像都不知道它是为何纪念谁，然后为什么设立。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它有更好的安置位置。这款装置艺术已经采几多年啊，地方希望县府会让好好维护，但是所在无适合吧，就应该收回，或这款装置艺术新生命。如果说我们近期有需要，我们会找专家学者一起来检视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县政府调查，像这种装置艺术品总共有3组，分别是戏剧面谱、错配音源，也有舞蹈家。其中错配音源也有舞蹈家，当初设置是为了做广告看板的架啊，而这嘛已经无广告啊，为了要让老赖架啊看起来较水，才会美化设计。县府讲，伫最近会请专家学者最近来检视这款装置艺术，也有广告架的设置地点，也有采方式，是不是有需要调整，结果来改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花莲新社乡的新社老街按算讲要来设人行道，一栋已经有140栋历史的新社翕相馆恐惊会互拆掉，因为这个所在最近真用心的经营，嘛真做是地方真受到欢迎的观光点所以嘛，互地方的民众是真反弹。伫花莲新社乡的破坏街新社老街，这间旧翕相馆是日本时代就开到这嘛已经140栋。听讲公所因为拓宽人行道要给拆掉，大家感觉真意外。很可惜啊，就是这里那么久，而且这个拆了就这边没有什么特色，就可以逛。老街民众意见有2种，有一寡认为老早就应该拓宽，另外一种意见是，若个有历史文化价值厝拆掉，
那呢，感觉有观光客要来。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再去拓宽了，因为你拓宽，你会势必你会拆到很多建筑物。你建筑物你那一上到的话，那种文化古迹一拆掉就没有了。更何况这个照相馆在这边已经140年了。公所讲，这个所在伫1979年就公告被拓宽成做15公顷，1984年完成用地分割，2007年开始征收沿线土地，不过路一直拢无拓宽，和内政部检讨。去年争取到1980万要做人行道，那地方反对会尊重大家的意见。建议乡公所这40-50年也没有扩宽为15米，那我们是不是继续把它保成12米？那也不用去拆房子。在地北新受相关协会是讲，这几年来，大家利用这款老厝创新，已经和老街得到国发会全台湾4个创新浓度的评选，希望伫开发一个保存文化价值，找到一个共存的方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一款野生的红鸟牝猫，全球存不到1万只，是量要绝种的动物咯。即马伫尼泊尔大约是有500到1000只。也毋过，有保育专家发现讲，有超过8成的在地人拢无了解保育红鸟牝的重要，所以经过宣导村民即马决定讲，要对控制流浪狗的数量开始来做保育。皮毛土黄色，微溜胖胖，前脚较短，所以行路摇摇摆摆，真古锥。主要分布伫喜马拉雅山脉东部的小鸟牝，因为因的栖地被破坏、偷拉。和限制掠到，一个近亲繁殖，造成衰退各种的威胁，数量愈来愈少。即马全世界野生的小鸟禽无到1万只，和国际自然保護聯盟列做濒危動物。伫咧尼泊爾差不多500到1000只。त्यसपछि हाइड्रोइलेक्ट्रिसिटी भयो अनि त्यसपछि यो ट्रान्समिसन लाइनको कुराहरू छ अनि पछिल्लो दिनमा त अब अहिले यो केबल कारको कुराहरू पनि आइरहेको छ यस्तो कारणहरूले गर्दाखेरि चाहिँ वासस्थानहरू खण्डीकरण भइरहेछ小鸟牝是即马伫咧尼泊尔互人非法捕拉上严重的动物之一，当地人会用伊的毛来做帽仔、地毯，抑个其他的装饰品。不过，也有人认为小鸟牝是歹吉雕，会掠家跳；也有一寡人是甲因掠来做听物器。超过8成尼泊尔民众拢毋知影保育小鸟牝的重要性。त्यति बेलाबाट अब गाई भैँसी चौरीहरू हैन त्यो चलाउँदाखेरि अब दाउरा घाँसहरू काट्नु पर्छ त्यो जाँदाखेरि अब यो चरिरहेको हुन्थ्यो अब यो के होला यो अब हेर्दा रातो रातो छ पुणे पुणे पनि छ अब हेऱ्यो अब डरले अब त छोडेर भाग्थ्यो क्या为了维护小鸟牝的数量愈来愈少，尼泊尔把保育工作社区化。村民讲，小鸟牝拢住伫咧树仔顶，不过若互流浪狗发现对因一直吠的时阵，就算是囡仔抑搁伫咧树仔顶，小鸟牝的爸母也袂顾囡仔惊甲对树仔顶跳来，所以村民就想要控制流浪狗的数量，保护小鸟牝。यहाँ चाहिँ विगत 15-16 वर्षदेखि यो ठाउँमा रेड पान्डा अर्थात् हाब्रे देख्दै आएको मान्छे म पनि हो मैले धेरैचोटि रेड पान्डा देखेँ小鸟牝保育组织的执行长谢尔巴讲，虽然无实际资料数字说明保育工作是毋是有互小鸟牝的数量增加，不过村民甲游客拢讲，以前一礼拜才会看到一只小鸟牝，即马是一天就能看到3-4只。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华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